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5月18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落实城市的美观甲减碳的政策，市府工务局办理着建筑工程围篱绿美化竞赛，伫咧18号来公布第4届成绩，并且由着副市长吴宗营来颁奖，并期勉业者未来爱更加进步。关系合并以后，台南市政府为落实城市美观甲保障用路人安全，要求建筑工地围篱都要符合规模安全，更需要以彩画、绿化甲磅礴等方式来改造。对此，市府嘛办理美化比赛，今年已经迈入第4届。18号上午，由副市长吴宗营一一颁奖，感谢工程单位的配合，并且表示希望在未来第5届会当更加进步。将近8年，我们办了第4届哈，我是有请公务局再更加努力哈，更进一步。我们希望第5届以后哈，除了规模要去扩增以外，我们希望所有的规格好要再强化。希望办的是5、6年，第4届以后，我们第5届以后会有一个崭新的面目。那另外，对于整个建筑业的水准的提升。还有我们对于人行，最主要就是我们人行的安全的保护，这2点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工务局表示，过去营造工程所造成的交通污染等问题，市府伫积极管理之下，业者嘛相当的配合。现在共同为了打造绿美化城市作为目标，也希望市民朋友会当持续支持。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伫温馨的5月份，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李宗翰甲蔡小薇为着要建立友善的市囡仔环境，伫咧上午联合提出了以着少年女性作为重点的政策，包括要来提升着女性自主、经济的自主，以及改善女性的环境，希望会当借此来改善着男女无平等的问题。主打青年回乡的台南市议员参选人李宗翰。甲民进党东区唯一女性提名参选人蔡小薇，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认为年轻世代因为看到年轻族群的流失，尤其伫经济甲生育主力的25到39岁女性上严重。对此，认为特别提出改善女性环境的政策，包括提升女性经济自主甲友善育儿的环境，希望借此营造性别的友善生态。一般的女性议题可能会提到同工不同酬，或者是玻璃天花板这样子的现象。那其实我们想要更具体的谈到这些数字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女性跟男性比起来，在所得税上，他们将近差了40个百分点。所以换句话说，女性在这边的就业市场其实是相对比较弱势，也是我们认为未来台南市政府除了育幼政策以外，更应该全面性的来检讨这样子的问题。去年的4月到今年的4月，东区的人口数它流失了548人，但是在针对25岁到39岁的女性流失量，却是高达总人口数流失的596人。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表示说我们在针对25岁到39岁女性，我们要去如何制造更好的一个环境，来使她们愿意留下来，甚至是吸引这个层级的年纪的女性，她会愿意搬迁到台南来定居台南。会中董事长2位年轻妈妈现身说明，其中1位是舞蹈老师，1位是家己开店。2位伫咧面临有新生产的是。舞蹈老师表示，学校就开始询问伊敢要请代课老师，互伊伫咧职场上感觉真无爽快。加上产假、育婴假等，你另外1位家己开店，就更加莫讲，啥物福利拢无。对此2位参选人承诺，如果未来当选，对着年轻世代的议题，将持续努力，互年轻世代的女性真正感受台南性别友善的改善。守护下一代的母亲，争取女性更好的环境。守护下一代的母亲，争取女性更好的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台南邮局甲台南市鹿里门圣母庙共同举办中华邮政不老运动银发踏青乐悠悠的活动，并且由着台南邮局局长苏庆辉带领长辈出门去佚佗，让每一位参加的长辈拢感觉特别快乐又个健康。中华邮政响应国家长照政策，举办中华邮政不老运动银发踏青乐悠悠活动。这次带领报名长者来到土城圣母庙参观，并由庙方干部为长者进行导览、解说科仪以及庙宇的典故，让参加长辈有一个富有健康又个会当下适的户外踏青的体验。这届出来算吼，感觉安那？感觉真好，对身体健康。所以不老运动就是要大家这体育行为有当足身的健康，所以听落来可以增加健康的。台南邮局办中华邮政不老运动银发踏青乐悠悠的活动因为阮要来甲咱遮的迄个台南地区的迄个长辈会当带出来踏青，今仔日借着咱迄个正统鹿里门圣母庙来配合来介绍咱这地方的历史最后咱阁要互因食一个平安饭咱阁有送迄个一寡奖品纪念品，互咱遮长者，互因安尼快快乐乐出来安尼一工身体会当安尼健康鼓励咱遮长者会当较早出来互咱长青长照短这样子，这是咱阮邮局的目的。台南邮局希望透过这届系列活动，会当鼓励长者行出户外，参与社会活动，让长辈活出健康甲快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随着暑假来到，大学生拢开始为就业来做准备，纷纷找找到实习的机会，来作为未来找头路的门票。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也主动开办了实习媒合会，邀请10外间优质的企业提供着实习的机会，并且伫咧18号来举行着座谈会，让学生甲企业代表会当沟通，并且举办着1对1的模拟面试，要让所有学生会当伫咧实习以后就顺利来就业。随着暑假就要来到，嘛是大学生准备实习的时阵，中信金融管理学院为提供优质的实习机会，嘛主动举办实习媒合。会中除了中信金控集团提供的机会，嘛邀请人寿、会计师事务所等10几间的企业，并且伫18号媒合会当中邀请业界代表到学校甲学生面谈，校长嘛亲自出席，鼓励同学把这摆难得机会。我们中南部地区其实很多大型金融业者在征才的时候，往往会忽略掉中南部有很多好的学校，还有很多优秀的学生可以来做这个后续的就业的发展。那这一次我们办这个就业博览会，是希望媒合我们的同学在学校里面接触几个好的金融业者或厂商那可以顺利的在暑假找到很好的实习机会。那这几个公司都是国内知名的大型金融集团，都有很好的一个实习安排。那透过这样的实习媒合，那学生在完成实习后可以在大4毕业直接进到这些公司来服务。那我想对我们学生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媒合就业的管道。那对企业来讲也是发掘人才一个很好的平台。成立3档的中信金融管理学院，明年嘛将有第1届毕业生进入职场，校方嘛积极为学生规划铺路，希望所有同学会当透过这摆实习，得到未来就业的门票。台南新闻古博义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至晾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
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嘉南药理大学上午举办2018核心产品发表以及创新发明的竞赛，将全校老师甲学生共同研发的成果以及产学合作的商品，全部拢陈列出来。这届学生的创意作品，校方总共颁发了有金、有银、有铜的奖牌，希望会当借此来鼓励学生勇敢发挥创意。这创意研发出来化妆品，吸引着来往往参观的学生，这寡拢是学生甲老师共同合作，运用着新的原料、新的元素所创作出来优质的化妆品甲保养品。另外，也有工程机械类以及 VR 新科技的研发，甚至要餐饮系展出，互人感觉新鲜特别的新型食物。嘉南药理大学希望借由这届的核心产品发表，互加侪学生熟悉到未来世界将会是智慧生活的时代。嘉南药理大学从民国55年（1966年）创校到现在，我们发现嘉药的特色在未来社会里面更加的重要。我们在1楼。有各校以及我们学校一些产学合作的创新成品，欢迎大家去参观指导。当我们瞄准智慧生活，我想跟各位报告的是，未来我们的生活要依赖人工智慧。那么，这个人工智慧应用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嘉南药理大学核心产品发表会举办至今已经是第12档，每一届拢会有互人感觉惊喜的新产品来出现。校方也希望有较侪学生投入到创意智能的研发产业。做回来打造台湾未来的智慧生活。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国立台南生活美学馆甲文化部蒙藏文化中心来合作，办理着蒙藏服装特展，现场陈列了侪侪无同款色地的蒙古以及藏族风格服装，甚至伫咧台南生活美学馆的1楼大厅，佮放了一个蒙古包，相当的趣味。透过镜头，咱做伙来看卖。服装是一个民族对水的想法甲追求的呈现。这届蒙藏服饰特展就展出了蒙古族甲藏族因对着多样甲色彩搭配上的丰富展现方式。无论是头壳顶所戴的帽仔，或者是身上所穿的服装，或者是配件，拢是因蒙古族甲藏族用来展示着身份地位的方式。我们这次展出的蒙古服和西藏服，那我想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几位朋友为我们展示的蒙古服装，他们服装非常的华丽，然后他们呢会把一些比较华丽的衣服呢穿在自己的身上，然后呢他们的佳肴呢就是要献给宾客，然后就让他们会展现他们的一些财力。他们的背景、他们的地位，所以呢，他们的服饰就会展现出来他们个人不同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地位。现场也摆出了一个大大的蒙古包，就是配合民众会当进入去内底来体验。蒙古包的内部，无论是器具或者是家具，拢是正宗蒙古的风格。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明仔到台南生活美学馆的1楼，主办单位将会正式来举办着蒙藏服饰特展的开幕，也欢迎大家到现场欣赏着歌舞表演，感受无同款民族的文化特色。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市面上各大病院的健康检查，因为项目真多，一直拢是真侪人伤脑筋的代志。对此，成大病院健康管理中心的医师就表示，检查是做袂了的，上界重要的是毋是会当反映当时真实的身体状况。
也阁有医师会当提供到正确的解说甲建议。新北病医生李崇豪指出，一般健康检查是做袂完的，偌久做一摆嘛无一定的答案。上可是依照年龄、性别、家族病史、甲危险因素等等来做综合考虑，选择上界适合家己的项目，才当达到最佳效益。领受健检的特产的较单转授。站在预防医学的立场，还是会比较建议说，我们在选择之前，最好能跟这家健检中心的一些医疗人员讨论一下，符合自己的有关生活史，还有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以最经济、符合最 CP 值的方式去挑选最适合你的方式。那后续的话，要特别再注意说，在这个检查之后，有没有一些专业的医师提供你一些说明，而不是单纯说收到报告之后看看有没有红字。因为最重要的还是在后续我们检查完之后，有没有一些如果没有需要服药的话，有没有一些生活方式，有一些生活因子，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有抽烟的习惯的，或是有一些可能喜欢吃高油脂的东西，这些可能要去做调整。因为如果没有调整的话，今天你没有异常，可能或许将来过几年之后，慢慢就会有一些异常出现。医生强调，医疗不是万能，检查报告只当反映当时的健康状况，嘛袂当反映进前加预测以后的健康。加上检查报告若无医生综合解说，互民众只看红字自我解读，无进一步改变家己的生活形态，安尼做偌济健检拢无效。但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伫咧新闻的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好天有时侪云，温度28度至3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真感谢你来收看到5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